在武，以武力极，合于中和之德，时中之道，其妙亦不可尽矣。弘教复著，此文至奥，不易释，必细参之。因何图识天道神秘之书，不得圣人不知其用。今将所有各数详加讲解，使人知中国二气五行真理所在，不可妄加子义者也。又此文就河图讲示，有未尽者，讲义时当在之。古人精通天道，洞明气数，国家兴亡，皆早知之，即有义得来。今人不讲义，是为迷信，遂不审吉凶，而妄趋避，究不知孰理孰绝也。